台南市使用牌照税的缴纳税单，伫今年3月23日陆续来寄出。上方便的缴纳方式，除了用的扫描 QR code 进行缴纳，另外嘛用的就近到银行或者是超商来缴费。今年的使用牌照税的缴纳期限是4月1号到5月2号。那它的管道大概有8种哈。重要的是像电子支付啦，或者是说金融机构的那个缴纳，再来就是便利商店3万块以下，也就4200 CC 以下，你都可以在便利商店缴纳。除了现金的缴纳，另外嘛会透过远端支付。财税局表示，民众只要透过依法来缴税，个会享有总金额8万以上的抽奖好礼。我们有那个税金在家缴好礼讲不完的活动哈，那个从这个时候到6月3号为止哈，那个你用远端的支付啦，或者是说线上查缴税啦，或网络缴税，那我们的奖品有那个扫地机器人、那博士灯之类的哈，大概各位看一下，还有那个全家的那个礼物卡哈，大概各有100份，最高的金额是300、100、200哈，大概各100份。今年的使用牌照税缴纳期限原本是到4月30日，但因为适逢假日，加上5月1号阁是劳动节，因此顺延到5月2号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